奸臣宇文化及，结党营私，抢男霸女，无恶不作。各地官吏东如蛇蝎，苛捐杂税，横征暴敛，使得老百姓苦不堪言。这正所谓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。如今有一群义士高举义旗，揭竿而起。他们虽在王爷眼中是响马，可在我眼中，这群响马比那些贪官污吏强上1000倍、10000倍。响马，这响马是你说想当就能当的吗？你忘了吗？你娶的是谁？是我靠山王的女儿，大隋的郡主。我怎么能够容忍我的女儿嫁给一个响马？此事不宜横生枝节。王爷请放心，秦琼上山一事是秦琼一人之事，绝对不会连累玉郡主。好，我今天不管你是真响马也好，假响马也好，老夫念在你年轻的份上，法外施恩，我不再追究你。你即刻随老夫走，待我面奏天子，封你官爵，你便可大展雄才，重振朝纲。你的那些兄弟，朝廷也可以招安，到时候让他们一起为朝廷效力，你看如何？多谢王爷一片好心。王爷虽有一片忠心，可是大厦将倾，一目难支，重振朝纲，谈何容易？王爷，不如依秦琼之见，卸甲归田，找一僻静的山村，颐养天年。等到来日，我等推翻杨广，重振朝纲之时，到时候再来把您请出来。王爷，意下如何？秦琼啊，秦琼，我这样待你，你不知感恩，非要做那响马反我大隋，我岂能容你？哎呀！都这么久了，这玉儿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？我看外面的声音好像没有了，伯母，要不我去看看嫂嫂回来没有？快去快回啊！好。莹莹，伯母，不好了，那些士兵追过来了，我们赶紧逃吧！快走，走，走这边。哎，伯母，没事吧？将军，发现这里有2个女的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
娘就没命了。放了，老娘放了，我跟你走。好啊，那你就跟我乖乖伏绑。没人了，把他们都给我绑走。是。别乱来啊！娘，伯母，把他们3个给我带走。小胖子，你不小心哟！走的，你们这群畜生！要你脑袋！走。叔宝，适才，我想过了，你是否不相信本王？怕我把你先骗回城，然后再杀了你。叔宝，你要真的这么想，那可就错了。你我2人父子情深，你跟玉儿更是情投意合。作为你的义父，我怎么能够杀了你呢？跟你们回去吧。王爷，你对我的恩德，秦琼永世不忘。但你知道我究竟是谁吗？我怎么不知？你是玉儿的情郎，我的义子，本王的13太保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父亲正是你当年在马鸣关杀死的马鸣关大帅秦仪。我是他的儿子。你说你是秦仪的儿子？你我之间有着杀父之仇。我本要杀你，但念在你是我的义父，又是玉儿的义父之面，我下不了手。但你我之间不仅有家仇，还有国仇。恕我不能与你为伍。这。天意吗？义父，13弟还是不肯回来吗？他跑不了。罗芳，在，你带一队人马，把整座山给我包围起来。是。玄亮，在，你率一队人马上去搜山，记住，我只要你们抓活的。是。唐弼，王爷，你速回济南城镇守，不得再出半点差池，否则我定斩不饶。是。走。撤！不要命了！我看到伯母被来户儿带走，就知道你在附近。2位哥哥来的正好，帮我一块去救我娘。慌什么？来户儿一时半会儿不会对他们动手的。
若现在去救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连你自己的命都得搭进去，知道吗？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赶紧去找叔宝，让叔宝的人来救。如果连他都救不了，你放心，我和你薛亮哥哥一定会拼了命把他们给救出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两位哥哥，我娘他们就有劳两位哥哥照顾了，玉儿在此谢过。你快走吧。大哥，真帮他们救吗？不这么说的话，他怎么可能会走呢？玉。二哥，哎，莹莹跟伯母先走的，你们没在一起吗？要不这样吧，到附近去找找，看看人在哪。是不是被官兵给抓走了？玉儿，叔宝，玉儿，你没事吧？出事了，娘和莹莹被来货儿给抓走了，还有失信。啊，这……别急，我去把人劫回来。我也去。好，我们一起去，一起去，一起去！多谢兄弟们。可这件事情，我有一计，请听我讲。来霍尔大军和靠山王兵马并非一路，朝廷一旦认定有造反之罪之人，必定会押回长安等候发落。照这样看来，只要快马加鞭，一定可以赶上他们。这主意不错，可是这样时间一耽搁，靠山王追来怎么办？就让我带表哥走这一遭。放心吧，救母还有莹莹，我一定会完好无伤的带回来。罗少保去，倒也合适。不过，谢英登谢贤弟应一同前往。谢贤弟轻功了得，罗少保武艺超群，有他二人结伴，救人应该不成问题。行，也只能这样。罗成，谢英登听令，在。先命你二人速速营救秦伯母，单莹莹、罗士信三人。救出人之后，立刻赶往小湖山会合。是。路上都小心啊！兄弟们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赶紧走，上小湖山。走。天色已晚，就在此处安营扎寨。是。两人呢？在。把囚车给我安置在林中，派人给我看好了。是。要干什么呀？安营扎寨休息了。娘，我饿。世信呐，再等等，一会儿就有吃的了啊。姑奶奶，你饿不饿呀？世信饿了。哎，给我站住！你们几个
给秦母跟那姑娘端过去。你给我端走。那傻小子怎么办？饿着他，不能给他吃。是。一会儿给他点烧锅水吧。是。走吧，走吧。是。大娘，吃点饭吧。老大娘，一会儿日子还长，多少得吃点，不吃不行啊。娘，我饿。你们为什么不给他饭吃？这将军吩咐的。混蛋！他们是故意的，他们想把世信饿死。好心的官爷，老身求求你们了，就把我这份儿给我的儿子吃了吧。把我的给他吧。来。他娘的，你个无赖！刚才将军怎么吩咐的？你竟然违抗军令！少长老爷，适才他解手去了，没听见来将军的吩咐，您别生气啊。好心的官爷，求求你了，你就给我那儿子点吃的吧。啊，求求你了！混蛋，给他饭吃！为什么不给他饭吃？求求你们了，他真的是饿坏了。我饿，都别吵了！我饿死了！给我站住！娘，我饿。你喊什么？我饿。我给你饭吃。你吃啊！混账！俩人呢？在，给他饭吃。住手！娘，别打了！娘，别打了！住手啊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给我住手啊！别打了！吃饱了吗？娘。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！怎么着？你也饿啊？嘿！俩人呢？再给他饭吃。是。打我！你别打我姑奶奶！住手！别打了！求求你们了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住手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，小东西！走！你混蛋！别打了！姑奶奶！娘，我好饿。娘，下雨了，我又冷又饿。娘，世信，娘也没有办法，你就忍忍吧，啊，再忍忍，啊。娘，我对不起你啊，娘。难受啊！娘，您别难受，只要您不淋雨，世信心里就高兴了。娘，世信，既然你出来了，
就赶紧跑吧！我不走，我不能让爷娘不管。小心他们出来打你！你快走吧！我不走。世信，你拉着我们跑吧。对，我拉你们走，我拉你们走。世信。来人呐！在！赶快禀报来将军，犯人跑了。是。娘，你不用担心，有世信在呢。姑奶奶在这儿等着，我把他们打跑了，再拉你们找哥哥去。哎，世信，你先把我放出来，我跟你一块儿去打。哦，对。伯母，我们先走了，走。你们俩一定要当心啊！罗世信，夏爷爷，你等竟敢毁坏囚车，私自潜逃，还不俯首认罪，更待何时？住手！今天我就替天行道，要你狗命！什么子？都把你脑袋拧下来！快上！给我绑住他们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世信和舅母呢？世信追官兵追的影都没了。那舅母呢？还在林中呢。谢大哥，你轻功好，去追世信。我护送爷印和舅母，我们在小孤山会合。是。走吧，我带你去。走。站住！站住！娘，姑奶奶，来户那小子让我撵跑了，我带你们找哥哥去。舅母，成儿，舅母，成儿不孝，让您受苦了。哎呀，快起来，起来！
我已经派谢大哥他们去追了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吧。啊，这里不安全，随时都有官兵追来。我已经跟谢大哥约好了，我们在小孤山会合。我们走吧。是伯母，我们走吧。那走吧。等我一下。娘，姑奶奶，师姐回来了。娘，姑奶奶，娘，姑奶奶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师姐回来了。娘没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肯定是让来护人的小子给抓走了。娘，是要给你报仇。那小子给抓走了，把他脑袋拧下来！哎呀，我这还没敢去唐弼那儿交令呢。他虽然没权利敢处置我，不过，一来我丢了犯人，确实没脸；二来呢，唐弼素来与我不和呀。你说他要是上皇上那儿参我一板，我可怎么办呢？眼下也没什么好法子，只好多挑一些贵重礼品，派人送到长安，找到相国大人。只要他添两句好话，准能没事儿。哎呦，找相国大人，那是要下血本啊！那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呀。就是这样。我娘和姑奶奶都哪儿去了？你还敢来？啊！
写的什么？这是，走。快走！对面的可是罗世新呐！你认识我呀？我哥在哪儿呢？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我正找他呢。本帅问你，来将军去哪儿了？那个坏蛋，还有我娘，还有姑奶奶，我把他给戳死了。啊！来将军要是死了，我也脱不了干系呀。你是好人，你躲开，我不杀你，我找我哥哥去。好几个大胆的罗世信，竟敢杀官造反，这还了得？还不束手就擒！默默，我找我哥哥，躲开！来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回来了，来，我找了一些果子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吃。哎，这样我先试一下，如果能吃的话，你们再吃。哎，不错。你要干嘛？会有毒吧？这平时看你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怎么今天变得这么乖？哎，
讨我喜欢吧？说什么呢你？吃，多吃点，毒死你！呀！抓吧你就抓吧你！成儿，你没事吧？快吐出来！快！吐出来！别理他，他骗你的！快吐出来！快吐出来！这么快吐出来！快吐出来啊！哎呀，快吐出来！罗成，哎呀，莹莹啊，你快来看看呐！哎呀，你看罗成他，哎呀，我来！你不会真中毒了吧，罗成？你不会真中毒了吧？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帮你，来，吐，赶紧吐出来啊！赶紧吐出来啊！罗成，你赶紧吐啊！罗成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罗成，成儿，你别再逗莹莹了，莹莹都急坏了。成儿，你那么关心我？你敢骗我，你个死罗包子！哎，好，你个死罗包子，敢骗我！吃果子了？打你！死罗包子！讨厌！我看你还敢骗我！救我！别闹了啊！快救我！救我！好了，别闹了！好，真是对，你看那个莹莹吓的，看你还敢骗我！舅母，莹莹，你们听，这山道不远有马匹队伍，我想前去跟他们借匹马，咱们也好快点行路，免得表哥他们担心。西呢？哪儿是西呀？西在哪儿？西在哪儿？这边。哎，你说我们这样去借马，他们能借给我们吗？哼，他不借的话，我就劫一匹回来。好啊，罗成，自从跟我哥拜了把子之后，你还真成小马了。是我开，榆树是我栽，想从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牙崩半个步子，爷爷我一枪一个，管杀不管埋。好一个劫道的！我问你，你可是老何家的人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你管爷爷我是哪一家的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乖乖的给爷爷留下一匹马和一辆车，爷爷我就放过你们。小子，你是吃生米的吧？话都不会说，就敢出来混呐！看来爷今天得好好教教你，要不然你还得出去给我们道上的人丢人。喊枪！呀！好小子，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。爷爷就替道上的兄弟好好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这响马也不是好当的。来呀！和自己家休要动手。你怎么来了？这里不安全。你看我在打劫吗？没事，看我的。哼，今天可真热闹啊！又来了个女响马。
吼，这是新来的芽儿。哦，原来都是一家人呐，那就好说，就请姑娘道个貌吧。并肩子多有得罪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山西二贤庄，我姓单，现有难处，想向哥哥借碗水喝。哦，原来都是一家人呐，那就好说，就请姑娘道个貌吧。并肩子多有得罪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山西二贤庄，我姓单，现有难处，想向哥哥借碗水喝。好，既然咱合资一家，那有难就得帮，就算不是一家，只要有难，咱绿林人就不能坐视不管。来，把马车给他们。是。多谢大哥，那我们就不推辞了。刚刚多有得罪，还望哥哥你多包涵。哎，不必客气。单庄主也是我敬仰之人，我们一笔写不出2本绿林账来，都是一家人，那咱们就后会有期了。后会有期了。对，我们走。我们绿林中的人，比你们那些官道上的人，仗义多了吧？吼，并肩子。小弟我今天领教了，不过我告诉你，你才是新来的茬。你死罗包子，站住！前方就是潼关了，过了这潼关，再走2日，便能到小孤山。我听闻，潼关守关大帅是杨林手下的一员大将，名唤魏文通，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，我们尽量不要与他硬拼。话是不错，但是我们绕路而行会耽误时间，杨林的追兵在后，我看恐怕到时候会很麻烦。文哥，那怎么办呀？办法倒不是没有，只是需要几套官服。官服？军师，我们兄弟几个本是官家的人，这官服随时都备着呢，不知军师有何用处啊？好，那就听我的计策行事。我不服啊！这每一次倒霉的，怎么就是我呢？哥哥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埋怨了，来，赶紧换上。哎，你说这么多人，怎么就我穿这身衣服？行了行了啊！太倒霉了！让我看看。怎么样？无量天尊，我这怎么样？众将听令。行，挺好。来，戴上这盔，待会儿把头压低，啊！好，走。哎，你这也不错啊！这能行吗？能行。二哥，就我们这身打扮，这能行吗？魏文通，我没有跟他打过交道，如若不细问的话，想必可以蒙混过关。好，可是我不知道这魏文通是粗心呢，还是细心。好，兄弟们，绑得紧不紧啊？哎，委屈啊！哎，哎，哥哥，兄弟们都听着，待会儿到了潼关之后，都看我行事，别乱说话。众将听令，咱们出发！哎，走！哎，万一打起来怎么办？哎，慢点。快啊！打起来怎么办啊？我就在想，快！哎呦，
可算是当次兵了。你就是说你呢，快点儿！我是冠军。谁问你？绑这么紧？慢着！玉，来者何人？在下秦琼，奉靠山王之命，押送犯人前往山东，还请将军放行啊！原来是13太保，在下魏文通，是这潼关的大帅。本帅早有耳闻呐，靠山王的13太保秦琼武功盖世，气宇非凡。今日有缘一见，果然比传言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魏将军客气了。其实我在我父王那儿也常常听到我父王夸奖魏将军骁勇善战，是大隋朝不可多得的良将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气宇轩昂啊！放行，魏将军，这些人尚未通过查验，就让他们入关？胡说八道些什么？13太保可是靠山王的女婿，放行。是，放行。多谢。切，慢着！魏将军有何贵干？13太保，我看你们的马日夜赶路，早已疲惫。我想了又想，这王爷的事可耽误不得呀。不如把你们的马替换掉，用我养的几匹好马，保证1日100里，不日便可到达山东。你看如何呀？多谢魏将军的好意，不过要换快的啊！一定，牵马。是。望13太保多向靠山王美言呐！放心吧，魏将军，秦琼定会办到。请。走吧，驾！走，驾！我还没穿完呢，还伺候你？哎，这个魏文通啊，真是一个大草包，2下就给他蒙混过去了。你看他见了秦二哥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啊！哎，话说回来啊，还是咱们军师哥哥这主意好。是。哎，咱们这稳稳当当就过了关吧，还白捡人几匹马。是因为他们把二哥当成自己人了。说到底，还是咱哥哥有面子，到哪儿都有人点头哈腰的。兄弟们，别说笑了啊！赶紧赶往小孤山吧，靠山王追到那关口啊，想必一定会追过来的。走吧。走，哎，走。大帅，靠山王和12太保马上就到西关了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刚送走13太保，靠山王就来了。召集副将，立即随我去西关迎接靠山王。是。微臣迎接王驾千岁。我且问你，那秦琼可曾来过？回王爷，13太保来过，押解犯人从此经过。他们现在人在何处？已经过关。什么？他说是奉王爷大令派遣去山东公干，臣才将他放走的。大胆魏文通，谁让你把他们放走的？那秦琼乃朝廷的反贼，老夫正率人追赶，你倒好把他给放了。来人，把他给绑了。是。王爷息怒啊！秦琼所作所为，臣一概不知啊。他口口声声说替王爷办事，臣不敢不放啊！望王爷开恩呐！谅秦琼逃走不远，臣愿将他追回，将功赎罪。我命你火速追赶，把那秦琼捉住，
不得有误。遵命。驾！雨雨！妈！魏文通已经追上来了。想必靠山王到了潼关，已经知会了他。实在打不过，咱们就跟他拼了吧！倒要看看这个魏文通到底有多厉害。厉害的不止魏文通一个人，主要是我们在此耽搁的太久，靠山王杨林的人马必定会追上来，到时候我们再想脱身就难了。眼下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，要尽快赶到小孤山。单贤弟，你带着所有的兄弟赶紧走，我去断后，拖住魏文通。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二哥，就让我们跟你一起去吧。对，二哥，就让我们兄弟俩跟你一起去吧。要不我跟老李一起去？对，我跟老七一起去吧。去的人多，反而误事。魏文通知道我是靠山王的13太保，必定不敢为难于我。我有把握。众位兄弟，来不及了，快走吧。二哥自己保重，剩下人跟我走。敢问魏将军，我秦琼犯了什么罪，定要下马受缚？你反我大隋，怎能无罪？你罪不可恕。魏将军，此言差矣。如今皇帝杨广所作所为，相信魏将军都已经知道了。今日我秦琼反得有理，魏将军如此保着这杨广，岂不是助纣为虐吗？有道是臣不言君之过，我只管效忠，不管你有理无理。好，魏将军，那我也劝你一句，赶紧回去吧，休讨无趣。逆贼休走，看刀吧！得，姓魏的，有本事你就来拿我，来呀！这。娘和莹莹呢？哥哥，娘和姑奶奶都被小胖子抓走了，我又找不着你，我都想死你了。原来是你小子在搞鬼！就是我，怎么样啊？有本事咱俩比试比试，你看我把你脑袋拧下来。来吧，报上名来再战。报名字？不认识我？这是我哥哥，我是他弟弟。嘿嘿，原来是个傻小子！呀！仔细，小心呐！
娘都被他们抓走了。世信，你随哥哥赶紧追上前面的兄弟们，到时候哥哥带你去见娘。好啊！起来，你给我起来！这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来了。娘，来了，来了。伯母，慢点。娘，哎呀，老妹子，没事吧，姐姐？嫂嫂，哎，回来了啊！嫂嫂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嫂嫂，你们还好吗？我还好，倒是你和娘都受苦了，没事儿。我找我哥去。你还好吗？我好啊，要见他娘啊！咱姐妹俩有20多年没见了。是啊，这你看看，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把你盼来了。我还寻思我入肚之夜都见不着你了。哎呀，可不能这么说呀，这不见着面了吗？哎呀，真是是我儿丑啊！哎呀，这是咬金呐！大家好！哎呀，咬金，你长这么大了，真是太好了！哎呀，叔宝，快来拜见干娘啊！伯母，二哥在路上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啊，娘，鱼儿不孝，让娘受苦，都怪鱼儿没有照顾好娘。快起来，你能平安就好，你能平安到这儿，娘高兴啊！是信呐。娘，哎，你看，娘，不是信吗？他们押来的是魏文通吗？好像是啊。哎呦，这谁呀？魏文通啊！娘，孩儿回来了。娘，让娘担心了。让娘担心了。娘，你回来就好，娘还以为见不着你了呢。娘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来，快，来拜见干娘。来，干娘在上，受孩儿一拜。起来吧，起来。那好，知音又多一娘。娘，知音想死你了，知音以为见不着你了呢。你看这傻儿子，这是我的傻儿子。你走没多远呀，成儿他们就找到我们了。娘还以为你腿脚快先来了呢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娘担心了，娘，这外面风大，咱们进帐篷去吧。来，你们这群逆贼，竟敢在此聚众造反！等王爷来了，定饶不了你们！你给我闭嘴！我说你这有本事放了我！给我闭嘴！定剐了你们！兄弟，哎，别嚷嚷啊！哎呀，我看看，哎呦，这就是守关大帅啊！哎呦呵，哥哥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还别这么说他，咱还得谢谢他呢。是，看见这些马没有？都是你送给我们的。嘿嘿，要不是你，我们能走这么快吗？这叫什么来着？自己刨的坑自己跳。对，妙哉！真乃天助我也。这妙处怎讲啊？我们回帐再去啊！兄弟们，回帐在议。
那用说，是不是？你看36弟，三哥长的样子，那怎么说？老话说叫魔风回稳，道骨仙风。对，道骨仙风，人家不是一般人，要不把我给打的是屁滚尿流呢。哎，四哥，那三哥到底怎么说的？三哥说了啊，说呀，把魏文通放了，明天就放，放了。不能啊，三哥不会说这话。对呀，哎，四哥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这三哥不能说这话，我以为我听错了，我仔细一听，没错，是这么说的。他说呀，就在那魏文通那脸上啊，画一大王八，然后放回去。杨林那老贼一看，那肯定得生气呀，就得带着魏文通出兵，追咱们。对呀，那杨连一怒了，大军压境，咱们肯定必死无疑。无疑了就。七弟，我说你笨吧？哎，36弟，那怎么？这一出兵啊，潼关就没兵了，咱们呢就绕道就把潼关给占了啊！我知道了，到时候那就是咱的了。是，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哥4个想一块儿去了啊。高啊！嘘。对了，这魏文通可就在后边的军帐里，咱刚才说的话。哎呦，可别让他听见。对呀，我听见麻烦了。哎，他要是听见了，咱哥仨就给他宰了。他要是没听见呢？就按三哥的意思办。对，看，咱去看看。小点声，看看。睡了，这挺晚的。睡得够死快啊！这点都能睡着。四哥，真话呀！可不是真话。嘘。走！哎呀，快点！师果然是神机妙算呐！哎，看来这靠山王一定会驻守潼关。这魏文通教主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如此看来，杨林的大军一定可以拖他2、3天了。
哎，哥哥，四弟来了，兄弟干得漂亮，怎么样啊？你干得也好啊！哎，喝呀！办法，倘若杨林再追杀过来的话，我们势单力薄，恐怕难逃一死。这个稳军之计最多维持2天，杨林很快就会知道其中有诈。那怎么办？咱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吧？不如就此散去，天涯海角各自一方，还能分散追兵，减少伤亡。不行，咱们独来独往的人没什么好说的。但像秦兄、程老弟这样拖家带口的，腿脚一定快不了。到那时，岂不成了官兵的活靶子？我看，不如这样，咱们占他一个山头。咱这一票人呢，合成一个大山寨，嘿嘿嘿嘿，到时候咱们就像以前一样，啊，什么人看见咱们都得躲着走，就连官府都怕咱们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好，哎，这主意好。闭嘴！不行，别忘了，咱们这儿不仅仅有响马出身的，还有罗少保、张公瑾、杜文忠等几个官家兄弟。别人不嫌弃我们的出身，咱们可不要强拉别人下水啊！那你说怎么办呀？兄弟们，大家能够聚到一块儿不容易。秦琼有几句心里话，想和众位说说。众位兄弟虽然来路不同，但是心归一处，就是要推翻朝廷对百姓的暴政。这汉高祖刘邦出身乃一亭长。芒砀山斩蛇之后，聚众起义，南征北战，开创了大汉朝400年江山。昭烈皇帝刘备未得志时，也曾知悉犯律。这关云长呢，也曾推车贩枣；张翼德屠猪卖肉。哎，我卖耙子。哦，对，这都是当世的大英雄啊！正所谓是。将相本无泪，男儿当自强。今日在座的各位都是行侠仗义、劫富济贫的英雄，绝不像那杨广信谗言、杀忠良、害无辜、毒百姓。既然兄弟们已经为正义走出了第一步，为何不为这天下公义做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？对，二哥说的对，我们既有武艺傍身，又有侠义之志，就应该一马当先，为那些被残害的无辜生命讨还公道，为那些活着的苍生万民谋取太平。诸位哥哥，管他什么官家思想，天下为公，都是一家。哎，都是一家。哎，皇帝老婆，都是咱老婆啊，都是咱老婆啊！干！喝！哎呀，小心！有。兄弟，干了！哎，我娘！咱娘！哎，我好。
而不孝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和兄弟们一起聚众反隋，为民请命，望娘成全。叔宝，你有逃避过此一生，不如破釜沉舟，干一番大业。干娘，我也要去反隋。阿丑啊，娘是生怕你在外面惹祸，才带着你到处逃跑啊。现在想想啊，也不是个法子。从今往后，你不管干什么，娘都不拦着。娘，多谢娘，干娘，多谢娘成主。易守难攻之处，安营扎寨，壮大队伍。我听说瓦岗山山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方圆数百里土地肥沃。我弟兄如果能占据瓦岗山，平时分散种地，战时集齐打仗，慢慢积聚力量，何愁隋朝不灭？何况我大业不兴？诸位兄弟，瓦岗山确实是个好球场，只是已经有人占领了，可难容我众兄弟啊！瓦岗山是啥玩意儿？兄弟们，小弟与瓦岗寨寨主翟让素有交情，我想去投奔他。断无拒绝之理。兄弟们，世事无常，还是要小心为上。哎，别人我不敢说，可是翟让，我相信凭我们的交情，应该不会的。大家只管放心。决善无敌，成竹在胸。我们就投瓦岗山，众位兄弟，意下如何？说，怎么样？玉儿有消息了吗？没有。但是魏将军他回来了。就在帐外等候求见呢。嗯，那为何不令他进来呢？魏将军他仪容不整，有失大体，所以我特意来禀告父王，您是见还是不见？宣进来。遵命。王爷。你为何如此模样？末将无能，被秦琼他们捉到，受尽百般凌辱啊！你性情如此急躁，也该吃点苦头，长长记性。末将九死一生逃回来，就是为了给王爷通风报信的。那伙逆贼打算把王爷的大军引到小孤山之后，便绕道直取潼关。到时王爷再攻潼关，便难上加难呐！混账！潼关是他想取便能取的。本王就在此坐镇，看他们谁敢来！来人，在，传令下去，全军将士日夜坚守潼关各处，待反贼攻来，一举剿灭。是。
微臣闻听皇上下令召集所有藩王使臣前来朝贺，可是这些附属国与我大隋不和，战乱之事时常有之。藩王有多傲慢，怕难以聚其使臣。若是有几位藩王无视皇上诏谕，不派人来，那我们大隋岂不颜面无光啊？朕料定他们会来，所以已通传各附属国，派他们最好的武士来和我们大隋勇士一较高下。这些小国哪个不想借机炫耀军力雄厚，借机搅我大局？好，朕就给他们这个机会。天宝将军，程都在。你养精蓄锐，朕等着看你如何横扫百国武士，扬我大隋国威。请皇上放心，成都绝不会辜负恒勇无敌、天下第一的称号。今日比武，由两国各派1名勇士出列比试，败者落选，胜者进入下一轮比试，最后胜出者即为本次百国比武大会的第1勇士。第1场，传越国勇士吴桑对战大隋勇士宇文成都。这么细的腰板，可别不小心给折了。这小子还挺能打的嘛！第1场，大隋勇士宇文成都获胜。哎呀，好啊，我们大隋勇士啊！第2场，由呵德国勇士巴鲁对战宇文成都。